高雄区监理所对5月初开始停车就要收钱，唔但引起在地里长不满，连这汽车货运工会也反弹。民众是认为讲来到这是要立罚单，或者是办申诉，搁要甲因收停车费是不合理的。不过高雄区监理所是表示讲，为了要解决一寡人的甲因长期占用车位、违规停车的问题，收费计数也是合理的。 来到监理所办公的民众，唔是要考机车的驾照，无就是要来立红单、过户、申诉等等。为后个月开始，赛车、骑车来高雄区监理所，搁爱加收一条停车费，这嘛引起地方不满。有民众认为并无合理，不过嘛是有人表达赞声。收迄6点钟15块嘛还好啊，搁继续安尼收钱，我感觉不是很 OK。 高雄拢总市的监理所，其中高雄区监理所是唯一收停车费的。凤山区部分里长表示讲，住较远的民众拢会赛车，停车的需求本地就较大。有汽车货运工会认为，应该常常出入监理所，对因负担真大。大家拢安尼，就爱义务，就爱去付迄停车费，真正大家拢真反感啦。但是无法度啊，因哪有甲阮协调，哪有咧甲阮讲这个代志无啊？少年囡仔。 吼，要遐考机车驾照，所以办一个活动落来，一个拢爱差不多1.5钟、2点外钟，收这费吼，根本是一只牛放点皮啊！高雄区监理所表示讲，因为常常发现有民众长期占用停车位，致使其他民众真歹找车位，过去捌有人驾车停伫遮3天，造成困扰。常常有人来遮停车停足久的，那造成讲一。 村内有一寡要来办公的人吼，或者是来办代志的人，他伊无所在通啊停，就伫阮这个停车场内底都黑白停。高雄区监理所表示讲，因是参考高雄市路外停车收费的标准，汽车1点钟内免费，尾仔半点钟会收15块，机车是6点钟以内拢15块。为此，营运到大拢无收过停车费，毋望大家配合。记者钟义辉、邱兆勇高雄报道。